好，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家己来压料，讲伊日前甲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会面的时阵，有提出着建议，讲你着互人工生殖法来通过，总预算甲军购案伊才来超测，但是民进党无愿意。郭文铁批评民进党，就是为着反对而反对。民进党的立委来回应讲，人工生殖法。这是有关女性身体的自主权，无应该放摕来交换。那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是替郭文铁来疏言，讲郭文铁就是直话直讲，讲话真直接，袂转弯细角。我那时候跟老柯讲说，给你一个台阶下了，你这个人工生殖法过，你那个总预算军购案我来处理。结果民进党不愿意。罗南到高雄参加论坛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出透露，进前到立院游说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支持人工生殖法的内部。不过郭文铁的交换论嘛，互立委气噗噗。你一定有一些核心价值在政治上是不能够交换的。对柯文哲来讲，国防还有所谓的女性的身体自主权都不是他的核心价值。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不应该是拿来交换的事项。执政党他们非常在意的这个总预算案跟军购案，其实都应该要好好有讨论的空间。我的人工生殖法案几乎没有办法被理性讨论啦，柯 P 是快人快语啦。陈昭珠是当事人出来解说，当时嘛呼吁执政党通过人工生殖法。立院这礼拜就是本会期最后2届议会，历经半点南北恐惊甲争议的法案做大清理，包括做理会都做法、无在职投票、离岛建设条例、不动动产条例等法案3套。不管争不争议嘛，这个在这里数人头嘛。如果是有争议，我相信要得到这个多数委员的支持也不容易的啊。在表决上，我们一定会输，这个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韩国瑜院长在主持院长协商的时候，可以给各党一个好好发言的时间。正义同款呼吁甲争议性的法案暂时延后，赶紧来审总预算。会期开始倒打算，调解这局原来继续无解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